高雄市伫高山游泳池是全国头一座的智慧安全监测系统，水上甲水底计共是有16台的摄影机哦。那受水的民众有状况，会随单警报来通报救生员。我们正常的慢慢的游过去。 教练带学员当咧进行游泳训练，学员一个接一个游过去。不过其中一个学员那像体力未堪的出现渡水的情形，水上甲水底装设的摄影机监测到，透过 AI 智慧分析发出警报声音，救生员随来救人。高雄市高山游泳池正做全国第一座水上水底拢有智慧安全监测系统的室外游泳池。文化局讲，若是示范效果好，未来会扩大推广。 那准讲10秒哦，这咱的游泳这人无动的时阵，哦，伊就开始有一寡警示的资讯，会当紧传互咱的这救生员，啊，互伊会当伫第一个时间，就会当马上去查清楚。甲室内游泳池较无共的是室外游泳池较高反光，因此水上的镜头爱较侪支，才会当减少 AI 误判。以高山游泳池来讲，水上有14支镜头，水底有2支镜头，只要 AI 监测到人受水伫水底，画面的疑点就会对蓝色、青色变成红色。渡水超过10秒钟，就会随单警报通知救生员。救生员讲，游泳客若多，敢若靠一个救生员得顾，确实会有不足。现在有科技来斗3工，因的压力会当减轻真多。 可能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银发族，他们在做练习之后，我们会没有注意到，原来他们在水底下。那透过这个摄影机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整个这么大的场域里面，我们知道谁有问题，或者是谁可能有意外状况发生。将智慧科技运用伫公共安全，文化局表示，虽然其他县市冇做类似的设备，不过伫水上水底拢有放镜头的室外游泳池，目前敢若高雄市有做，未来因会豆豆来推广，让市民有更加安全的运动环境。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